Hello，我係美聯物業 Albert 關。我今次介紹呢個環貿中心，佢位處於中環嘅蘭桂坊同埋大館之間。我哋一齊上去睇睇啊！環貿中心位處於中環蘇豪區，從蘭桂坊過嚟都非常之方便。大廈附設多層停車場，入邊有多間嘅著名教育機構同埋大公司進駐本大廈。我介紹呢個環貿中心大單邊嘅012號單位俾大家睇睇啊！單位建築面積呢2453平方尺，兩面單邊，好開揚，望晒成個西半山嘅豪宅區，亦都可以望到中環 IFC 添。單位四正實用，開放式天花。環貿中心有另一個向堅道嘅電梯大堂，往返中半山嘅住宅區都非常之方便。如果你對環貿中心呢個樓盤有興趣的話，記得 call 我 Albert 關，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就得㗎喇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